人也互你需要；你互人快乐，人也互你快乐；你人痛苦，人也互你痛苦。请收看闽南语连续剧《一生缘》。嘿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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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讲一只船，讲一条命，海用愈大心愈定。黑暗中等待黎明，一步一步等靠岸。向东渡过风风雨雨，千江水我做阵行。浮浮摇摇，不免惊，乘风破浪成阮命。同心船，同心命，提出信心一命。讲一只船，讲一条命，海用愈大心愈定。黑暗中等待黎明，一步一步等靠岸。向东渡过风风雨雨，千江水我做阵行。浮浮摇摇，不免惊，乘风破浪成阮命。同心船，同心命，提出信心一命。这毋是甲你讲过啊？叫你毋准去游泳，你现在搁走去游泳？我是烦恼你的身体，我惊你身体歹啊，就无去甲你关心一下，看有啥物代志会讲甲你斗相共的啊。玉清，毋管发生啥物代志，以后你拢毋准去游泳，知影无？是安怎？你莫讲问啊啦！哎，大概就叫我莫搁问，啊，拢毋甲我讲是安怎，干那叫我莫去，足奇怪呢。好，你若要知影，我来甲你讲理由。因为迄个头家娘，伊的身体真虚弱，伊的囡仔真细汉就死去，所以即马看到你会甲伊囡仔差不多的，伊拢当作是家己的囡仔。我无希望头家娘烦恼，嘛无希望你互我伤济困扰。是安尼哦。玉清，阿姊希望你好好读书，毋管发生啥物代志，你拢莫阁问，莫阁管，你答应我好无？头家到早？啊，迄个查某囡仔未来？还免呢。较等下伊后来吼，你甲交代一下，可能头家娘最近仔心情较歹，好好甲照顾。头家我知影啦。我来公司啊。哦好。秀萍，伊袂用搁再想打击，逐摆我就看到伊孤单无伴的形影，我心肝内就有讲袂出的心痛。杨天生，你既然要保护伊，是安怎无去带伊？才会予我心碎。一路上你是阮唯一，我要用真心陪你，无论风雨多急。看你海角天。
秀萍，伊是我的某，10几年无见面啦。伊敢有法度认出我？袂，一定袂认出。即摆我遮尔落魄，又搁歹脚，我早就毋是饲家的少爷，伊嘛毋是我饲文秋的家后，伊可能是杨天生的宝，伊应该过得真幸福。甲我酸受呀！哦，啊，气一下倒转转，腰酸背痛。哦，老啊老兄啊，歹势吼！哎呀，这位太太你好，啊，你是要求客，还是要带旅社？哎，我甲你讲，阮遮我尔俗咧，求客吼2点钟100块尔，啊，若要倒遮大吼，哎，200块，而且房间吼，哦，偌整齐偌舒适咧哦。毋是啦，我要来找美娟呐。啊，要找查囝？美娟敢真是你的查某囝？哎呦，你实在足爱讲耍笑。哎，啊，美娟是我生，我是因老母。啊，你哪安尼问啦？头家娘，你也走来遮？我来看你啊。阿母，我跟阮头家娘出来者。哎，啊，你毋去找查囝？你有看我的无啊无？你这查囡仔吼！哎，美娟啊，你去哦。头家娘，你突然间来阮兜找我，敢有啥物代志是？你敢真正叫做美娟？是啊，我本来就叫做洪美娟，我的名敢有啥物问题啊？我拄则听恁阿母咧叫你的名的时阵，以为的人敢若毋是你。头家娘，你拄则看的迄个是我的小妹，伊只是凊彩意语，伊的个性就是安尼。你敢会无甲我讲过，你还阁有一个小妹啊？头家娘，去恁兜食头路的人是我，敢有需要甲阮规家伙仔拢介绍互你熟悉？是啦，是无这个需要。头家娘，你还袂甲我讲，你来阮兜找我有啥物代志？我只是咧想，自从你来阮兜照顾我，厝就发生足侪代志了。尤其是，你当我看到你伫阮翁的身躯房仔面头前，你在哭，我讲了，你看我的当时，你甲我讲的话，而且，你的话佫甲我的查某囝共款。所以我就在想讲，你敢会是我是伫咧找查某囝？就这，如今，这阵仔我逐暝拢梦着伊，我嘛梦着你，所以讲，头家娘，我无遐尼好命，你拄仔嘛有看到，阮阿母家一个人爱照顾遐尼大间的女婿。我只是要替厝的家趁一寡钱，才会去恁遐做看护。你真正叫美娟？我绝对毋是妙金。啊，敢有玫瑰花？自从你来阮兜了后，阮兜就常常出现玫瑰花。玫瑰花对我甲玉珍来讲，拢是真重要的。我无介意花，尤其是玫瑰花。
阿嫂兄，我拢一直足信任你的，我感觉你是全世界上好的人，所以我心内有啥物代志，头一个拢会甲你讲。阿嫂兄，你一世人拢做我的行兄好无？哈，阿兄，阿嫂兄，敢讲你无愿意哦？头家娘，歹势吼，我敢袂当甲你买迄两只鸟啊。看你两只遮尔幸福，遮尔温暖，阁会当大做伙，我真正足欣赏你。你是我饲的哦，你嘛要保庇我哦，保庇我哦，会当带着药针，甲恁共款，会使一世人做伙。也若无，我就带恁掠去烘鸟仔巴，带恁食喺巴肚内底，有听到无？阿爽兄，药针，药针啊，你是安怎啦？面色遮尔歹。阿爽兄，我心肝内有足侪代志，拢袂当甲任何人提起，我实在毋知要安怎。无要紧，无要紧。药姐，你坐，你豆豆讲哈。我坐遮，我豆豆听你讲。你讲啊。阿爽兄，你的酒桌，你拢袂甲别人提起，啊若无，我一世人无爱插你。我就做，我绝对袂讲。阿爽兄，我等着我阿母啊！你阿母？无论我风雨多情，甘心命，付出心心一点点。陈六伯啊，你即摆嘛是安尼，透早做到暗，家己食物件，家己去种。但我已经60几岁啊啦，嘛是拢同款，家己食家己种啦，安尼吼较朴实啦。无亲像一寡好野人啊，趁着钱啊，3顿也无咧烦恼食穿啊，拢有人咧伺候啊。陈六伯啊，我自细汉就无爸无母，是你甲我看大。较早有寡代志，我拢会问你。今日我是有件代志想要来请教。你已经大汉了嘛，是一个大董事长呢。我看过对面嘛足济啊，但我这庄脚老大人有心通互你请教啊。陈六伯啊，我想要娶秀萍。陈长伯啊，我谈秀萍的代志，你上了解。我参伊嘛已是10年，10多年前去文章的时阵，我嘛真希望伊会当继续快乐幸福的日子。伊伫咧持家，阿叔讲会当幸福快乐，我伫边仔我嘛真甲祝福。也毋过事不伫文章煞来过生去。这幸福嘛煞乌有去，啊，秀萍嘛替伊守寡10多年，这10多年来，我嘛想尽办法要找遐个囡仔，嘛尽力要想要互秀萍会当快乐幸福。也毋过，我参伊纸头也无字，纸尾也无面，定定有真侪人伫咧后壁叽叽嘟嘟，讲我是伊的客兄。讲秀萍是一个歹查某，
我实在真无愿意，搁看伊咱继续痛苦落去。我是想要讲，阮两个人结婚，安尼名正言顺，阮是阿某，阮带做伙，安尼别人都无话通讲。你真係想要娶伊啊？我較想都想攏無。当时手边还佫一个查某囡仔是，伊很会介意你，你也唔讲，即要发生这样的代志，才讲要娶伊。这就是你所讲的，50往后才知影天悬地高。自当时我少年，我唔知影保守幸福，这个事剧情一再在发生。这拢是我的过错。今麦我想要娶伊，我就想要来弥补这个过错。我一定好好照顾伊，我来去继续找遐个囡仔。我相信，文昌伫咧天顶，伊知影我安尼做，因为我会懂伊。你知影我即摆咧想啥无？希望就是将这竹叶啊。甲烧去，拢甲烧去啊！头家娘，你回来啊？你是去倒人，哪会去遐尼久啦？头家伫你的房间等遮久啊呢？我知影。天信，你找我？小平，咱走外口食饭好无？因为我想要请你出来外口食。出去食饭？请你稍等下，随来。天信，即摆你会当甲我讲，是安怎要带我出来食饭？今日我要送礼物，给我一生中两个上亲的人。无论有风雨阻止，心自甘心命，提出信心。今日我要送礼物，给我一生中两个上亲的人，这个就是志强。今日是伊的生日。这顿饭吃煞，我就要来去找伊。我要甲讲生日快乐。我要甲讲，因阿爸袂放肆，因阿爸永远的关心伊。还佫有一个，我要甲伊讲，希望伊的下半世人会当交予我。我会好好照顾伊，疼惜伊，互伊下半世人会当快快乐乐过日子。迄个人就是你。小平，你嫁我，做我正式的嫁后，好不？来怀疑，体会你不捌相信你自己，才会予我心碎。一路上，你是阮。